认识我？怎么哭了？有个人在等我，但我走丢了。那你赶紧去找他呀。那你这次回来还走吗？我不走了，以后每个上巳节我都陪你好好过。有你陪着，我什么都不怕。等到时候推翻理由，昭雪真相，我们就一起解入难梦。王玲玉，先生，听着，先生，哪怕只是告诉他，某一天我一定。我不要与你相认。这果真是最后一次了。我叫沈不言，我所剩的时间恐怕不多。如果你知道一个人10日后会死，会告诉他吗？我当然不会告诉你。那他剩下的9日得有多痛苦？